那继续来看，民进党的立委沈碧荣的老爸到中国做生意，国民党是小连续开5场的记者会甲屁相。民进党的党主席赖清德伫因的中常会批评国民党，甲这个国际贸易商硬打一个赚红钱的标签，就是为着要反罢免。另外，台北市议员王馨仪的助理林岳良牵涉到强谍案，民进党嘛个目标。 对准着捌用过林岳良的每一个国民党的立委，像王凤仪、像柯武真、像郑正乾等等，讲即摆就剩郑正乾也未出面来回应。这代表全国人民检验他赚红钱、双标中国熊的时候，他坚持虽千万人，他无往矣，他还是想去赚中国的红钱。 连续开第5摆记者会，国民党中央批评讲，沈碧荣的老爸去中国做生意，就是赚红钱。是讲民进党并无认同。主席赖清德伫中常会讲，这摆攻击事件恐惊甲中国有关系。他特别点出，他整个系统就是来自中国，而且他的整个运作方式，现在几乎有成为一定的模式，就中国先造一个假新闻。 很不幸的是，我们台湾国内的媒体以及政治人物会跟进。国民党一直甲性格甲中国关系真好，不过另外一方面，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馨仪的助理林岳良去牵涉到强谍案，被搜索约谈。民进党嘛针对捌请林岳良做小编的每一位国民党的立委。昨天王宏威有发出声明，包含徐宇珍也有发出声明，来去切割，来去撇清他们跟林岳龙之间的关系。 但是郑正乾却神隐到现在。林岳龙在我的办公室就是负责有关于地方服务的事务所以我也要感谢王定宇委员在他的脸书刊登出林岳龙他的签名他参加李林工作汇报，就证明我所言不假。被加入强谍的风波，立委郑正乾暂时无回应。到底什么人才是中共的同路人？哪里互相指控，拢无要受让。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